而家應該係關咗門㗎係嘛？場呢度係會開放嘅，可能夜晚先會關門嘅啫。呢邊寫住入口喎，好安靜咯。呢個教堂徑啊，光緒16年啊，1890年就落成㗎啦，真係犀利。光緒喎，其實廣州係真係揾到好多呢啲清朝嘅，光緒已經算早。啊，180年啊，點知100年啊？135年咯，係嘛？103年啊，隨隨便便都揾到喎。係咪呢個位啊？係啊，就係你而家企呢個位。啊，就係呢個位添啊！係啊，我認得。係咩？保留到落嚟幾好啊嚇！不過呢個咧就唔同石室，石室嗰啲石真係嚟自香港，係啊，資料揾得到嘅。呢度就啲石唔似話好特殊嘅感覺咯，同埋係真係冇石室咁高，石室係好高嘅，嗰個年代起得到咁高咧，好巴閉嘅。對面仲有石米屋呢啲，應該如果冇記錯咧，呢個應該係當時係銀行嚟嘅。咁佢每一個咧都係會有寫住係當時係乜嘢用嘅，睇下我有冇記錯啦。仲有沙面雖然係一個旅遊區，咁你話有冇商業都有，即係賣汽水啊嗰啲，但係佢唔算勁商業化嗰啲咧，又話整串臭豆腐啊嗰啲冇嘅，千祈唔好。做到呢度 cheap 晒。唔會啊，最多係買下水啊，買下遮啊。咁上下嘅，或者充其量就買下茶咯，咖啡啊咁最好。咖啡館可以整幾間。係啊，其實咖啡館利錢都好深啊，前呢啲咁樣，呢個飲茶嘅，上邊就住屋咯，民宅，仲喺度晾緊被添，趁呢幾日天氣好。呢個仲有地牢嘅噃，咁啊係啊，即係始終銀行你係可能會有好多貴金屬啊，或者有價證券喺度保管噶嘛，咁到時俾呢啲人搶咗去就唔得啦，係嘛？係咪？匯理銀行應該冇記錯啦，係嘛？哇！冇錯，1899年。1899年，仲遲過個教堂咯，先有教堂再有佢。呢個法國嘅，呢度有寫住啊。